李石宏、魏志豪、麥卓華、物玩潮人。最近令到啲社交網絡被人洗版，亦都喺各大串流音樂排行榜佔據榜首位置，即係點擊率最高嘅呢，都算係呢首叫《羅生門》嘅歌啦。我有唔少朋友都話，佢哋已經冇聽廣東歌一段時間，但係都被呢首歌感動到，而要忍唔住幫手洗版咁話。可能大部分人都集中響三部曲內容嘅前因後果啦，甚至已經講緊有第四部曲啦，同埋中間其實有好多穿插其中嘅插曲嘅。聽聽下呢，好似自己睇緊《復仇者聯盟》電影系列咁樣啊。其實又有幾多人知道《羅生門》係咩嚟嘅呢？《羅生門》其實係一出響1950年代由日本著名導演黑澤明執導嘅電影，改編自同名嘅小說。內容講述一個武士帶住老婆遠行，途中遇到強盜，老婆呢就被強姦，自己就被殺。去到公堂上面呢，每一個證人都因為維護自己嘅利益而將成件事演繹成為不同嘅版本。最後成件事最真實嘅一面都係冇人能夠知道嘅。10幾年前仲係學生嘅我呢，就買咗呢套經典翻屋企睇啦。畫面同埋聲音當然好朦啦，仲要係講日文睇字幕，其實都睇得幾辛苦嘅。不過就佩服，雖然當時嘅科技有好多嘅限制，都可以拍到一出咁寫實、題材咁發人心醒嘅電影，唔怪之得攞咗咁多國際大獎啦。其實睇翻人與人，甚至社會上面發生嘅事，都真係有無限次嘅羅生門發生喺我哋身邊嘅。人往往出於自己既有嘅價值觀，或者因為愛自己、維護自己，甚至為咗掩飾自己嘅過錯，都可能會對一件事會有唔同嘅理解同埋演繹。但係聽一方面嘅片面之詞，當然會對事實嘅理解會有偏差啦。但係即使好盡力聽晒各方面嘅理據，將唔同嘅碎片拼翻埋一齊，又係咪能夠將事實嘅成幅圖畫還原得翻呢？人同人之間好多嘅恩怨情仇，真係千絲萬縷嘅。有時我都會諗，究竟將所有疑團拆解晒，追究翻誰是誰非，邊個要承擔責任，就係咪能夠解決事情？抑或係大家平心靜氣坐翻低，一人退一步，海闊天空，反而會嚟得更好更實際。若果你未覺荒謬，被傳聞談論的瘋子挽着手，冚記喜歡我10年仍不休，近日舊同學說我已強等於你心600週，很可惜這一世未能長廝守，但事實如若告訴你或更內疚，我愛過 Hello Kitty 嗎？似乎沒有。狄更斯是漫畫嗎？仍然少女誤會了嗎？迷戀閉眼才給美化，但其實真懂得我嗎？那動人時光不用常回看，能提取溫暖以後到嚴寒，就關起那間房，最動人時光未必地老天荒，難忘的因你太念念在難忘，容易抱住睡10年最難釋放。想起那段情形不枉，若路上重遇會笑笑問你近況，你每晚更新的臉書卻無遺憾，離別了若傷心案，先不要每日重返舊愛，望着更好的地方，為下段愛戀吸走陽光，那動人時光不用常回看，能提取溫暖以後到嚴寒，就
釋放，個個也探問愛戀不老的秘方，唯獨衝擊你將可百世流芳。你未忘，我未忘，由星現在旁。不心安，清早與夜來亦茫茫，收不到信號過2秒又再看看，你說過想聯繫對方，從前號碼等於老地方，不敢拆掉再裝。猶如絕症，天天有預感，幸福即將在過。即使每夜遊蕩，其實一早已情人讓你也未忘，約定誰過10年暗度陳倉，再續夜航。瘋狂。下個1月，讓如期沉醉於冰島。